我係范俊華，立法會選舉委員會界別嘅議員。咁我同時亦都係一名執業會計師，亦都係勵進教育中心嘅主席。咁其實我今次有幸入到議會咧，我諗有幾方面我係會比較關注一啲嘅，包括就當然係我哋會計界嘅發展啦，亦都有我哋勵進教育中心主要係做呢個推廣中華文化。做國情教育同埋國家安全教育。徐麗泰咧係你嘅媽媽啦，咁其實咧你會唔會邀請佢咧，你都做你嘅顧問，可以係指導你未來喺議會上嘅工作咧？我會考慮呢樣嘢嘅，不過咧我諗佢可以指導到我嘅好有限。佢以前嗰個咧係非常性需要打仗嚇，好多人身攻擊，好多人嗌交。但係而家愛國者治港原則底下咧，已經唔係同一個當年嘅立法會啦。咁佢覺得既然有呢個機會，就好好咁做好自己份內嘅事。做好自己嘅工作，我係非常支持政府數碼化嘅加速去進程嘅，因為數碼化嘅政府咧就可以令到更有效率，咁亦都將嗰啲時間咧可以多啲我嚟聽取市民嘅意見、市民嘅心聲。啲三會嘅地區分會委員，其實佢哋而家接觸嘅市民嘅機會咧未算好多，咁我希望咧可以推進到或者鼓勵政府去協助佢哋咧接觸市民、聽取民意。你嘅競選口號當中咧有提出過你要創新求進啦。你認為我哋香港可以從邊一方面可以實現呢個再出發？好多一啲我哋叫獨角獸，甚至乎一大嘅機構，都係透過創新同埋不斷咁樣進步，變成成功嘅例子。而我哋青年人正而家咧，我哋要鼓勵佢哋需要嘅就係呢個無斷家嘅精神。創新求進係不斷需要創新，不斷需要求進。我相信香港咧可以再出發。